好，来继续来看发生伫昨日暗，义景伫餐厅举办交接典礼食饭，结果有人走去餐厅拼1000外只的鸡爪。因为这个警界有袂少的大官嘛去参加这个交接来食饭，所以这个事件将做社会注目的焦点。5个嫌犯拢抓到了。昨下晡，新竹新北市泰山抓到涉案的这个未成年的姓尤的少女，其他4个人昨下8点外，伫民生西路的路边，互警方来拘提。那这个犯案的动机，讲因为这餐厅的头家甲人有1500多万的债务的纠纷，才会叫人去拼这个鸡爪来报复。这个案件快速来破案。台北市警察局长陈家昌讲，小可放下心中的大石头。背后是谁委托你们来讨债的？和警方查出来，伊就是也家爪姓钱的嫌犯，有人叫伊安尼做的，伊根本唔知影讲内面拢是警察界的大官。参会的对象他们都不了解，所以他们事后也很后悔，然后讲一些说，哎，完蛋了，这下子糟了这些话语。星期三是7点半，2个查甫人赶2地鸡爪入到餐厅度验，嫌犯犯案了后赶紧走，餐厅互人咧闹代志，内面唔闹立委议员，还佫有上北警察局长无通互这人才唱手。局长后夜开专案会议，1天内就将这嫌犯拢抓到案。大石头放下是有那么一点了哈，这个面过的事情啊，不是这一件以后就没有了所以每一次面对的问题，你都要鼓起最大的勇气然后用最迅速的行动去查明这些问题。当时警方判断讲嫌犯有计划，因为事后为中山区分做2组的人，一组骑奥多摆，一组赛车，佮转到北投会合，后来驶到干道的山区淡水，最后去到台中。过两天，警方就伫泰山找到被安置伫汽车旅馆的少女。后来因为嫌犯无所费，为台中转来到北部，经过真济北台湾的所在，最后伫民生西路路边，和警方抓到。到底跟餐厅有什么样纠纷啊？这摆犯案的嫌犯差不多拢20岁尔，嫌犯讲是替人甲餐厅一个姓吴的头家要讨1550万的销，想要到去你楼顶一个看似义警餐会，嘛是将这家爪甲押出去，只剩被依照妨害名声甲恐吓的罪嫌以上，嫌犯供出来无碍，从警人，警方嘛会继续追查。